事吧？走。哎，别打了，兄弟们打伤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是呀。哦，我姐，我手疼，手疼。感觉怎么样？我问过医生了，两位都没有伤筋动骨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什么叫没什么大问题啊？哎，你看我这手，他脚，你给他看看脚，他脑子也被砸过。哎，万一留下什么后遗症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想耍赖啊！放心，新南承诺了，就算两位是吃了傻了，下半辈子都要住在医院，他们也一定负责到底。高总，你这是来咒我们两个的呀？我呢，代表摩天未完二位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啊！东西拿走，这种苛待员工的万恶资本家吸血得来的东西，我们不要。新南是新南，摩天只是承接了他们的业务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一丘之貉。行了，这人看完了，你们可以走了吧？下午晚点呢，会有人来这里了解一下情况。我希望两位能够解释清楚，这就是一场误会而已。明白了，你是想大事化小，怕影响新南的股票发行吗？你消息还是挺灵通的。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如果两位答应的话呢，这个赔偿金呢，可以慢慢谈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有。那高先生是不是不管我们提出什么样的意见，您都会答应呢？林小姐想要什么呀？既然高先生这么热情，那我也就盛情不却了。最近我跟邓丽在整理方达的项目资料，你看我们这也受伤了，要不就麻烦你们帮我们整理吧。你放心，东西不是特别多的，是吧？哎，不多，没问题啊，只要林小姐愿意接受我们的歉意，这都是小菜一碟。你看我干嘛呀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林小姐脑袋撞了一下，突然变聪明了，我突然有点担心啊。我听说高先生是从国外回来的金牌投资顾问，不到30岁已经做了好几个漂亮的投资和收购的业绩。那像我们方达一个这么小的猎头公司的投资方案，对你来说应该是举手之劳吧？对我这么了解？有幸拜读过您的简历。你是想让高山帮你做投资方案啊？想法不错，眼光也不错，但是我们高山还挺贵的呢。我答应你。这叫小菜一碟呀，这叫满汉全席吧？这都洒水了。方达呢，也就是刚成立不到3年的小公司，这些资料呢也不算多，但我们沃姐可是猎场新星，这里头得有1/3的案子全是他贡献的，厉害吧？别急啊，还有呢。我跟你说，太英明神武了。需要我去吗？他会给我写方案，你放心吧啊。好，那就盯好他们，尤其是那个高山。为了方达，只许成功。